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武器啊！我下面是什么？啊！敢打我啊！有事！放下来！你先走，最多给保护管住而已，给好而已啊！拿着武器啊！另一只手，来，左边，来，另一只手过来，另一只手过来，来。本分局于今日凌晨0时许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在环北路上某姜母鸭店内有民众斗殴之事那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部队于3分钟内驰赴现场迅将2名知识人员逮捕归案经了解双方系因走路擦撞而引起的斗殴纠纷那讯后全案依聚众斗殴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呼吁民众遇有任何冲突事件时务必保持理性沟通任何挑战公权力的行为必定依法就办，绝不宽待。